亚当好手方婉玲，14日甲妈妈来到台南市政府拜会市长黄伟哲，要来当面感谢市府协助修理房屋以及生活上的帮忙。特别摕来走出阿里山的高山茶，要来送予黄市长。黄伟哲表示，方婉玲甲陈柏任代表着台湾伫奥运上发光发热，承载着全国人民的期待。市府也尽全力协助选手的需求。代表台南市民来，跟方婉玲还有陈柏任的代表一起见面。那尤其他们在代表着台湾，代表着台南，在奥运会上发光发热，可以说是承载了所有市民们的期望。那同时今天也是颁证他们将来直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经费给他们。我想说，希望说他们好好训练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也能够让他们的家里面的生活的压力能够减轻。那继日前我们帮忙整理了他们所住的地方之后呢，我们也希望说让所有的选手都能建立制度，能够好好的培训，那将来在各级的运动赛事中能够为国争光。黄伟哲嘛指出，希望让所有的选手拢会当建立制度，除了好好培训，持续伫各级运动赛事为国争光，同时传承嘛真重要。未来选手退休了后，嘛要安排转任教练的机会，为国家培育偌济优秀的选手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